约瑟入去讲互法老讲，我诶老爸甲我诶兄弟带着羊群、牛群，并一切所有诶，对迦南地来了。如今伫高山地，约瑟对兄弟中挑出5个人来，因去见法老。法老问约瑟诶兄弟讲：恁以何事为业？因对法老讲：你仆人是牧羊诶，连阮诶祖宗也拢是牧羊诶。因阁对法老讲：迦南地诶饥荒真大，仆人诶羊群无有草食，所以阮来到即个地寄居。即马求你用阮仆人带伫高山地。法老对约瑟讲：恁老爸甲恁诶兄弟甲你遮里来了，埃及地拢伫你面前，只管叫恁老爸甲恁兄弟带伫国中上好诶地，因可以带伫高山地。你若知影因中间有啥物能人，就派因看管我诶情生。约瑟领伊老爸雅各进甲法老面前，雅各就甲法老祝福。法老问雅各讲：你平生诶年日是偌济呢？雅各对法老讲：我寄居在世诶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诶年日搁少搁苦，无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诶年日。雅各搁甲法老祝福，就对法老面前出去了。约瑟遵照法老的命令，甲埃及国上好的地，就是兰塞境内的地，互因老爸甲兄弟期待作为产业。约瑟用粮食奉养因老爸甲因兄弟，并因老爸全家的灌属，拢是照国家的人口奉养因。饥荒真大，全地拢绝了粮。甚至埃及地甲迦南地的人，因迄个饥荒的缘故，拢要昏了。约瑟收集了埃及地甲迦南地所有的银两，就是种人地粮的银两。约瑟就甲迄个银两带到法老的宫内。埃及地甲迦南地银两拢花尽了，埃及众人拢来见约瑟讲：阮的银两拢用尽了，求你互阮粮食，阮为什么死伫你面前呢？约瑟讲：若是银两用尽了，可以甲恁的情生互我，我就为恁的情生互恁粮食。就安尼，因甲情生赶到约瑟迄边，约瑟就摕粮食换了因的牛、羊、驴、马。迄一年，因换因一切的情生，就用粮食养活因。迄一年过去，第二年，因过来见约瑟讲：阮不瞒我主，阮的银两拢花尽了，情生也拢归了我主。阮伫我主眼前，除了阮的身体甲田地之外，一无所存。你何忍见阮人死地荒呢？求你用粮食买阮甲阮的地，阮甲阮的地就爱互法老效力。阁求你甲阮的种子，互阮得以存活，无得死亡，土地也无得荒凉。怎呢？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，埃及人因被饥荒所逼，国拢卖了家己的田地，迄个地就拢归了法老。讲到百姓，约瑟叫因对埃及这边直到埃及迄边，拢各归各省。唯有祭司的地，约瑟无有买，因为祭司有对法老所得的赏俸，因食法老所予的赏俸，所以因无卖家己的地。约瑟对百姓讲：我今日为法老买了恁甲恁的地，看这里有种子，互恁，恁可以种地。后来拍粮食的时阵，恁爱甲1/5纳互法老，4分可以归互恁做
地内的种子，也做甲恁家口合同的食物。因讲：你救了阮的性命，但阮伫我主眼前蒙恩，因就做法老的仆人。怎呢？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，直到今日，法老必得1/5，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。以色列人住伫埃及的高山地，因伫遐呢置了产业，并且生育真多。雅各住伫埃及地17年，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。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，伊就叫了伊后生约瑟来讲：我若伫你眼前蒙恩，请你甲手放伫我大腿下底，用慈爱甲诚实待我。请你毋通将我的葬伫埃及。我甲我祖我爸同困的时阵，你爱将我带出埃及，葬伫因所葬的地方。约瑟讲：我必遵照你的命令而行。约瑟讲：你爱向我起誓。约瑟就向伊起了誓。怎呢？以色列伫床头顶敬拜上帝。